球共創商機為核心嘅，而都係涵蓋餐飲啦、地產、科技等多個嘅領域咧，做呢個資源嘅對接，為會員咧打造個高端嘅商務新聞機。創會主席兼執行長陳振明先生 Jacob 就同我哋分享商會嘅創新同埋願景，有請 Jacob。我就係星匯環球呢個創會嘅主席兼係執行長，我中文名叫陳振平，英文名叫 Jacob。大家好，各位大家好啊！今日仔仔一堂，咁就今日咧作為一策略長啦，我姓周啦，叫周偉榮啦，英文名叫 Angelo。所以我喺呢度咧，非常之懇請大家，如果你感覺我哋呢個商會係可以幫到大家、整合到大家嘅行業嘅話咧，記得啦，最撈尾你一定要出席同埋參加我哋呢個星匯環球，我哋呢個商會，好冇？好，多謝大家。多謝主席。